趁住而家學校假期，蘇寶現在想同大家分享一間響怡保嘅靠近山洞嘅一間泰國廟啦。咁呢一間呢，啱啱響舊年嘅10月19號期間做咗一個加沙誕啊，所以呢一間咧係靠近山洞嗰度嘅，所以係歷史悠久嘅泰國廟啦。如果你希望喺2026年順順利利嘅話，你都可以前嚟膜拜噶。或者有陣時，如果你喺生活上遇到啲咩問題解決唔到，你想指點迷津嘅話，你都可以過嚟呢個妙緣善林。咁呢間泰國神廟就位於響清心嶺嘅附近嘅啫。如果你嚟到當地呢度問人，都可以揾到呢個地方噶。喂，冇聲嘅。OK， good。放心灑，早已決心向着前。